好，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啦，各位同學記住做功課啊，下堂我哋會對，咁再見啦。收到陳先生想制定理財計劃，你而家有兩個選擇 ：Plan One 減少娛樂換豪華旅行，但係你要慳到盡；Plan Two 讀教育文憑之後做日校老師，日常唔好咁大使就得。有得去玩，你要我點慳都冇所謂。雖然做日校老師夠穩定，但係依家咁後生，梗係玩咗先啦。揀 Plan One。睇下條數先，經過呢一個月，放工又行返屋企，啱啱又 cut 晒啲保險啦，加埋，終於儲到個豪華旅行啲資金啦。今晚我返去訂機票酒店先。你訂晒機票酒店啦？日本嚟緊好大機會地震喎，不如取消啦。咁大風險，你快啲退訂啦！旅遊保險都仲有一賠啊！但係我已經訂晒啲機票酒店噶咯喎，仲 cut 晒本身供緊嗰啲保險，依家先話唔去，咁咪同掉錢落海冇分別。唉，見你咁可憐，就俾多次機會你啦。今次我一定會揀另一個 plan，我一定唔會再去豪華旅行噶啦。陳先生你好，我哋嘅理財計劃助你儲蓄結婚同創業基金，實現穩健未來。前一個計劃因為過分削減保險，導致完全冇保障，資金分配唔合理，大部分錢用於旅行，缺乏長期理財計劃，節省過於極端，影響生活品質。首先，提升收入係關鍵，透過教育文憑課程增強專業技能，開拓職業發展機會，穩定收入，擺脫過度節省嘅困境。其次，穩健投資令財富增值，將活期存款轉投標普500基金。過去5年數據顯示，其風險低、回報高，遠超傳統存款。最後，合理節流，適度減少娛樂支出，維持交通同飲食開支唔變，強調開源節流。另外，適度購買保險，為未來加固保障，亦都期望協助陳先生實現財務目標。請確認選擇。Yes。呢2年一路讀教育文憑，又要一路做補習老師，係辛苦咗少少嘅。不過諗起間唔中都可以慳到錢同女朋友仔去旅行，其實都唔錯啊！依家做老師，收入又高又穩定，福利又好又多假。喂，唔講住啦，又要夠鐘返工啦。喂？同你講啲嘢啊，不如我哋結婚咯。電話講咁冇誠意㗎，諗住俾啲驚喜你啊嘛。你抬頭啊！幾時結啊？俾個期我啊！